国际消息，咱要先来看以色列空袭拉法，造成45个人死亡。这项行动是引起国际的谴责。总理纳坦雅胡伫5月27的时阵，承认讲这摆就是悲剧性的失误，军方会全面来调查。也毋过因有关是坚持伫完成目标进前，无打算要停战。 以色列空袭拉法，造成一个安置巴勒斯坦难民的亚地布旁都会，死伤的情形真严重，大部分拢是妇人、囡仔甲老人，有3具尸体被烧甲规乌草搭入袂出来。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承认是技术上的错误。אנחנו חוקרים את המקרה, אנחנו נסיק את המסקנות, כי זו המדיניות שלנו. توقيت تنفيذ هذه المجازر خلال اليومين الماضيين. إعلان تحد من قبل حكومة المجرم نتنياهو الصهيونازية لقرارات محكمة العدل الدولية. 国际社会包括以色列长期以来坚定的支持者，拢严厉谴责。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声明，攻击拉法的摧毁画面，让人看了就心碎。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伫 X 大文讲，这款行动爱随停止，尊重国际法，随停火。德国外交部是发声明讲，拉法空袭造成的包括囡仔被烧做乌草带尸体画面，让人无法度忍受。欧盟对外事务高级代表普瑞尔指责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就着反对国际刑事法院对伊所发出的逮捕令所做出的反犹太错误的指控，来达到家己的政治目的。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讲，纳坦雅胡将会亲像希特勒顶人共款，让人纠察。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